哋總共有20場嘅講座，超過1200人參與其中。我哋走入社區嘅時候，我哋有一堆針對少數族裔嘅版本嘅講座。少數族裔其實都對我哋中醫藥係非常之感興趣。另外，我哋亦都係成為我哋首屆香港中醫藥文化節嘅推薦節目。有2場嘅講座喺呢個中央圖書館裏面嘅，都好榮幸地我哋可以得到政府嘅熱烈嘅支持。大家都甚至年青人啦，都覺得其實中醫藥其實好多都係中醫藥嘅調理身體，但係原來有啲穴位嘅按摩係可以令到一啲症狀好快可以有效咁樣處理到。好似最近啦，大家知道我哋有個超級網紅嗌 SoSpeed 有試過針灸，其實大家都讚不絕口嘅。好多一啲去揾我哋求助嘅朋友啦，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伴隨精神健康嘅一啲嘅困擾啊，譬如有啲嘅家庭嘅糾紛啦。而家成日話好多年青人佢有啲嘅壓力，佢無處去宣泄嘅時候，好容易誤入歧途。佢哋吸食太空油毒品咁真係都唔出奇。所謂七情六欲嘅問題就係喜怒憂思悲恐驚，如果你過分咗嘅話呢，就係會致病㗎啦。中醫嘅應對嘅方法呢，其實我哋呢係有2個方面，一個呢就係促進保健養生，即係唔好等佢有事我哋先至做嘢。但係如果真係有咗問題出現咗之後呢，咁我哋呢就要用一個治療嘅方式啦，藥或者咧係推拿或者針灸啊。如果人精神緊張、精神覺得有壓力嘅時候，其中一個會出現嘅症狀就係肌肉痠痛。最常見係邊個位？頸、膊頭，一隻手板直接摸落去你膊頭最厚最實嗰嚿肌肉。壓力大，成日都頭痛啊！我哋除咗撳雲精之外，我哋仲可以撳我哋嘅百會穴，頭頂再向後少少。你摸落去有個位咧軟熟啲嘅腦筍咁樣嘅位嚟嘅，係啦 ，BB 唔好亂咁摸啊！沿住中間呢條敲到去百會穴嗰個位，有時咧臨近考試捱更抵夜讀書啊嘛，敲下你個百會穴，幫你提神醒腦。如果你飲醉咗酒，或者你好肚餓到就嚟想暈嗰種感覺，甚至乎話我做完好激烈嘅運動，呢啲情況呢，其實都唔適合大家去做按摩推拿嘅，因為咁樣呢，身體呢好容易出現一個過激嘅反應，咁你就會暈低。我特別想多謝呢，就係中醫藥發展基金啦，資助嶺南大學呢一個推廣嘅計劃，多謝咁多位過去8個月嘅努力。